各位教育界同工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集係賽馬會有趣學中文系列嘅第10集。我哋要探討嘅係點樣創設語境，等非華語幼兒能夠藉住環境嘅沉浸，更快掌握第二語言。呢一集主要同大家分享教師點樣善用唔同嘅學習環節同埋環境，有效幫助非華語幼兒更容易掌握學習內容。今集嘅重點有3個：第一，了解點樣設計課外嘅輔導小組；第二，喺學校常見嘅學習情景中，點樣設計有效學習活動；第三，點樣設計小組學習活動，有效提升非華語幼兒嘅語文能力。首先，我哋先睇下學校可以點樣設計課外嘅學習活動。呢度講嘅課外學習活動，唔係指參觀或者校外活動，而係指學校喺某個時段為非華語幼兒安排嘅語文學習時段。目前學校常見嘅做法係每星期安排2至3日，等非華語幼兒提早10至20分鐘返到學校，或者放學之後多留10至15分鐘，由老師以個別或者小組形式進行輔導。呢啲時間多數用嚟補充課堂上未能掌握嘅字詞同埋句型，或者透過講故事增加中文接觸。呢種安排本意係好嘅，但效果未必有如期望。我哋建議可以將呢段時間運用喺2方面。第一，用作聽說訓練。我哋可以同學生討論圖書故事，或者觀看卡通片，再進行口語溝通。老師可以先用中文描述內容，容許幼兒用英文回應，然後將佢哋嘅句子或者語言變成中文，叫佢哋再講多一次，幫助佢哋建立聆聽同表達嘅能力。幼兒可以喺呢種自然愉快嘅環境入邊，自然習得中文，快速提升聽說能力，並建立信心。第2方面係課前預習，亦即係備課。對於已經有一定聽說基礎嘅幼兒，老師可以幫助佢哋為第2日課程進行簡單嘅預備。目標並唔係先教課堂嘅內容，而係建立前備知識，等學生上正規課堂時更容易明白。預習能夠幫助幼兒提升自我效能感同埋參與感，比單純補課更有效。接住，我哋嚟睇下喺學校日常情景中點樣設計有效嘅學習活動。首先講下小組學習時間。喺幼稚園中，除咗大班教學，老師通常都會安排小組學習。如果喺有非華語幼兒嘅班別，教師往往會將佢哋分成一組，方便集中指導。呢種安排雖然合理，但若要發揮更大嘅效果，可以參考以下嘅建議。喺小組中，將華語幼兒同非華語幼兒編喺同一組，咁樣非華語幼兒可以透過同儕模仿學習，壓力較少，亦更自然。而喺學習內容方面，老師只需要調節教學節奏，喺簡單部分可以快少少，喺困難部分可以放慢少少，等學生通過模仿完成任務。除咗小組安排，課室佈置亦係重要嘅語境。喺更換主題佈置時，可以加入非華語幼兒熟悉嘅文化元素，例如衣物、食物、人物或節日嘅圖片。咁樣既能回應文化背景，又能提升佢哋嘅歸屬感。當幼兒感受到我屬於呢度嘅時候，佢哋就更有動力去學習中文。以下我哋請陳老師以具體教案示範點樣落實小組教學。喺語文環境創設嘅方面，教師可以根據文本內容佈置課室環境或者模擬角，並且邀請小朋友一齊搜集素材，共同參與佈置。語文角可以使用分層字卡、句式卡同埋相關教具，等幼兒認讀字詞、朗讀句式同埋練習操作。圖書角就可以擺放分層故事書、字卡、句式卡
或者配合主題嘅繪本，等幼兒熟習書本，學習複述故事同埋朗讀文本。喺小組活動設計上面，文本活動會安排華語同埋非華語生同組，以遊戲為主，等幼兒喺互動同埋遊戲當中自然學習。咁樣唔單止能夠增強佢哋嘅語文能力，亦能夠發揮鷹架作用，等幼兒按能力逐步提升學習。值得注意嘅係，整個教學流程都唔會涉及抽離式嘅設計，而係透過共融嘅情景嚟實踐學習。總括而言，創設語境係幫助非華語幼兒掌握中文嘅重要策略。無論喺課外嘅額外學習時間，定係喺小組活動嘅設計，只要善用環境同埋同儕互動，都能夠讓非華語幼兒喺真實自然嘅語境中學得更快、更有自信。喺下一集，我哋將會分享賽馬會有趣學中文故事書喺課堂以外嘅延伸應用。我哋會介紹多個具體嘅活動實例，展示點樣結合家庭同社區資源，幫助非華語幼兒喺生活中自然咁學習同運用中文。我哋下一集再見。